到尤生堂和爸爸妈妈都得就定位，紧紧盯着制面机揉制整形。这一段的距离是类似像醒面的距离，我们把它面带，因为是比较长嘛，它在拉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不容易断掉的话，就表示这个面条是非常的有韧性的。刻意加长机台间距，小细节的注意带来面条品质的安全感，可以久煮不烂。机器后端，尤生堂和姐姐得逐一确认面条长度，修剪一番。因为我们机器是大概30年的老机器，所以说它比较不容易去抓它的长短，所以有时做出来比较长，有些比较短。要多花人力的老制面机为何不汰换？另一头的烘干室里有答案。那台风扇是第2代的风扇，这个是第3代的风扇，这是第4代的风扇。那个木门就有60年的历史。地上凸起物用来供应热源，以前烧木炭，现在改用天然气，面条要烘10到12小时。历经4代传承100年的客家大面，不愿舍弃当年原始的设备。我们一直没有改为现代化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持我们客家传统的文化。为了留住客家大面一路走来的专注和口碑，尤生堂还曾把大厂合作的机会往外推，让人家知道我们是100年的我们具有100年历史的文化，然后我们的特色是跟别人不一样的。然后可是因为我们受到很多大厂的夹击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唯一一条生路就是做品牌的路线。所以我们希望做品牌路线也能够结合一些的异业，然后进来让我们的产品的附加价值能够提升。所以说我们觉得要有信心，事情将会做得好。要有信心，事情将做得好。要有信心，事情就会做得好。用历史和心意酝酿的100年客家大面，现阶段用谨慎小心的态度来转型行销。而第4代的尤生堂很有想法，他希望以后有机会成立面食文化馆，让传承的脉络不至于中断。我有信心，事情将做得好。我有信心，事情将做得好。